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4年的9月13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6篇第1节到第9节，约书亚记第2章15节到24节，雅各书第2章17节到26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行动力。昨天我们谈到了知行合一的重要性。基本上知行不合一的人，就是那种没有行动力的，却只有出一张嘴巴而已。在群体里，在教会里，在彼此的交往互动当中，这样的人是最令人头痛的。他们总是在会议中滔滔不绝，但一绝了之后却完全没有行动力，甚至把应该担当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我们昨天谈到了约书亚派到耶利哥城去的侦探以及在城里的妓女拉合，他们其实都是有诚信、有行动力的人。约书亚记第2章15节到24节的经文这样记载：拉合的房子盖在城墙上，因此他用绳子把那2个人从窗口垂下去。他说：你们要逃到山里去，不然追赶的人会找到你们。你们要在那里躲3天，等他们回城之后才上路。他们对拉合说：我们一定坚守你叫我们发的誓，但你必须照我们的话说。我们占领你们的土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条红绳子绑在你放在我们逃走的那窗口上。你要把你父亲、母亲、兄弟和你父亲全家都集合在你的家里。如果有人走出去这屋子，他被杀是自己的错，不是我们的错。如果有人在你家里受害，罪就归我们。要是你泄露了我们的秘密，我们就不必再持守对你所发的誓。拉合答应他们，然后把他们送走。他们离开以后，拉合把红绳子绑在窗口上。2个探子到山里躲起来，王派去搜索的人在郊外到处搜寻他们，找了3天都没找到，就回耶利哥。于是2个探子从山里出来，过了河去见约书亚。他们把经过的情形向他报告，然后我们确信上主已经把整块土地都赐给了我们，那里的人都惧怕我们。侦探们答应了拉合的请求，并且告诉他，当上帝将耶利哥城交给以色列人的手中的时候，他们就应当要如何的做。其实是因为上帝是有行动力的上帝，然后他的选民、他的子民就应当也具有行动力，成为知行合一的人，有诚信的人。2个侦探的行动力也在他们回报约书亚的话当中显现。他们说：我们确信上主已经把整块土地都赐给了我们，那里的人都惧怕我们。耶稣基督的兄弟雅各劝勉基督徒应当要有信心，而这信心必须彰显在行为当中。这是雅各书第2章最著名的教导。雅各书第2章17节到26节的经文，雅各这样对基督徒们说：
同样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但是有人要说，这个人有信心，那个人有行为，我要回答，你给我看那没有行为的信心。我要用行为给你看我的信心。你相信上帝只有一位，那很好。邪灵也是这样相信，而且非常怕他。愚蠢的人啊，你们要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无用的嘛。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是怎样的得以跟上帝有合一的关系呢？是由于他把儿子以撒献在祭坛上这行为。可见他的信心跟行为相辅并行。信心是借着行为而达到完全的。圣经上说，亚伯拉罕信上帝，因他的信，上帝认为他是义人。这话实现了，他称为上帝的朋友。所以呢，人得以跟上帝有合一的关系，是借着行为，不仅仅是借着信心。妓女和她的情形也是一样，她得以跟上帝有合一的关系，是由于行为。他接待了犹太人的使者，又帮助他们从另外一条路逃走。所以正如身体没有气息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没有行动力的信心是死的，没有实践的承诺是假的。出尔反尔的人，就别说自己是上帝的子民，是基督徒了。求主帮助我们。诗篇116篇第1节到第9节，因获救颂赞上主，我爱上主，因为他垂听我，他垂听我的祷告，每次我求告他，他都垂听我。死亡的绞绳环绕着我，阴间的恐怖笼罩着我，我被恐惧焦虑围困着。我就求告上主说，上主啊，我恳求你，求你救我。上主仁慈至善，我们的上帝满有怜悯，上主保护单纯的人。我在危难时，他救了我。我的心啊，要恢复宁静，因为上主一向恩待我。上主救我脱离死亡，使我不再流泪，使我不至于绊倒。所以我要在上主的面前，在活人的世界行走。恳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经常软弱，时常没有行动力，无法改变我们自己。求主怜悯我们，使我们刚强，愿意以实际的行动来证明我们的信心。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